智慧是由听而来，火分就是讲烧火是由讲而生，所以人讲咱讲的话爱互听了欢喜，做代志爱互做了袂动。所以老师讲甲人讲，上天对每一个众生拢是公平的，拢是大公无私的，拢是寸光不埋的，先过必藏。那么在因缘果报的体中，就是讲道理啊，恁如何还了钱，而无受天律的制裁。所以恁所讲的话，不可以言相应，不可以言败别。咱刚才咱以言咱会当败别，咱讲一句话，咱会败咱的客户。因为有时人讲一支刀开人开袂死，但是你的话会互去死。所以有人讲话较大刀，所以咱会使以言来败别，毋通听风就是雨。听着头仔就讲话，害人的名声，你的罪比害人更较严重。所以咱以言无事，咱来以言立定，以言行定。以咱的有先讲以言行定，咱若讲正当的话，讲真理来成全道亲，咱就是以言行定。所以呢，咱爱知影讲，咱来以言行事。最后咱结论，我写因为。虽然时间长个，但是也无差别。这个结论，这就是互我因所讲的10条法规。第1条到15条拢非常的重要。互我呢，最后就来讲结论。伊来讲培养应运立行选性，玉色文化处事的，遵守规律行的，标准规律为理行。嘛，就是讲培养应运，咱要选36448000个，善恶好歹，就是由此来分规嘛，就是玉色文化。在这个地中期的时阵啊，咱来遵守法规，遵守着这个礼节，遵守着这个咱15条法规。莫用15条法规，就是只要是咱道中所定的礼节、所定的规矩，咱若去甲遵守，那安尼呢实践来守，咱即个公菜饭回到理行，见无见。这呢就是我因所讲的15条法规，这嘛就是咱圣明先父所讲的，就是咱这公老师的智慧，只是学校加一切随意。所以在因所讲的内容，还是在这了偌这个时间，互我所讲，然后去甲伊冒犯着，还是讲了不对，希望咱随前甲互学救济，甲互学牵教，这就是互学最大的盼望。最后，我祝咱随前大家，安怎？身体健康，性欢平平哦。以往的教师就讲性欢，安怎？性欢如意，我还讲性欢平平。咱是会爱做，还的嘛爱做，因为你还的若做愈侪钱，趁愈侪，才有法度过身体头中。所以，我叫咱注意身体健康，性欢平平，道路安定，谢谢。这边学校说，都到。
咱民间处，甲咱准备这个15条法规。当然，修学科内底当中，这个法规甲礼节，这是咧修办道咱讲第2条生命。修办道若对这个法规甲这个礼仪礼节，若要来遵守就是咱修办道已经乱去啊。乱这物件是乱去迄个本源，所以修道甲办道一定要有这个法规来做遵守，就参照咱国家的这个法律，因为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就是阮大家拢爱来遵守这个法。咱不为咱若大家来遵守这个法，这个国家会变成哪？变成台湾。咱人要来做一个人主人。要来做民主人，他就无法度。所以，这个咱会当达到咱民来做主人，就是咱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哪，要有这个法的力量，用法来治理这个社会。咱人要去遵守着这个法，这个法，这个社会才较安定。咱今日咧修道，就是讲咱每一个人之外。伫修办道遐个之外，因为这个修办道毋是像过去有名不敢为，无名不敢自传，无像过去顶关岛的下底人拢无意见，甲人讲来讲，迄个乖乖牌。但是这个修办道无安尼哦，这个修办道今仔讲一句，伊的意见15步。即摆意见甲安尼来。上下已经有讨好去免怎？一定要有一个依循因道歉人毋甲你依循，人甲你遵守，你嘛无法度啊。但是咱甲伊上加一个道德标准就是啥？就是15条法规。咱一个修道含这个15条法规的上加一个道德标准，咱都保证遵守。若安尼，咱要修什么道？要学什么道？要成什么分？要成之后要变成，咱讲混乱的分混乱分，所以呢，咱今日来了解，这个15条法规，就是咱每一个人之外，你修办道迄个之外，上界重要一个依循。希望我咱各位会当按照着咱这个法规，甲这个礼仪来这个行事，这是非常重要。不过因为呢，咱民间师甲咱这15条法规当然嘛讲啊真清楚啦希望咱未来会当按照着这个规矩来做一个依循。尤其而家15条法规足久拢无讲啦大家应该对15条法规拢陌生去15法规定义做我的无相关啦安尼叫做左右，左右就是偏差的意思那因呢，会使甲讲时间已经成10分啦可能大家心也要着急要等。不过因为我来宣布一件代志宣布一件代志就是讲参照咱这个综合视传班英文较看坏，当然拢咱一寡这个老菩萨一个介绍当中就是拢差不多咱这个道歉这就是哪？这就是有当时对咱的助理、领导、甲副领导、甲各位组长、甲各位职业人才不用心的叫。是安怎讲无用心的叫？因为都叫人无倒，我这个人落这人出来安尼尔，出咧新道歉拢无人咧叫。变成甲成全嘛是这个人，对。这个人今日做新人班来要甲讲，是要培养一寡较新的道歉，新的道歉来听班。有新的来听班的当中，变成新的拢无人老师来调，拄好一个我有咱教授吃饱所以呢，因这款的物件就是讲，这叫做哪呢？这叫做固定的形式，固定的形式性的物件。这个一年安尼，一班安尼，2班安尼，3班安尼，搁后日10年、20年，阮都是安尼。所以变成一个形式性的物件。所以我希望讲，咱对咱的助理，到咱下底干部人员，这个物件一定爱哪呢？要继续出发心。因为安尼讲，咱有一个征战班，征战班就是啥班？征战班就是咱第5个参考上班叫征战班。咱
这个月9月初8，本来精湛班啦拢伫咱学校也咧开个班厝，即我老婆可能身体较袂堪一啦讲一爬去到个3楼顶爬到平地喘爬袂啥够啦，无啥力气搁一个问题讲咱的医药歹坐一个腰酸背痛，咱想着想到伤好命啦去泰国拢坐个医院，真正咱去到迄个哪咧？去到迄个什么老千人遐，道光处德福山，拢坐医院是咱咧体院医院，讲一条爱坐5工，讲一条坐5工咱收到咱难得甲讲的全世界收入啦应该是咱新华所有性的，伊也是了享受。全世界我毋是咧讲的时阵咱爱是全世界，是咱的时阵伊也是一个享受。当然，互咱人一个爽快环境，变成形成一种习惯。我无真正的以后我来承担。这是因为毕竟敢讲咱我都去改变这个物件。若一个较放下以后，我无真正我真正毕竟我伫提升。所以我希望讲，当然咱得着尽量要来较舒服，这是一个重点。但是咱一定爱袂使去执着。如果今日咱伫这个遮好环境的医院，后期咱若来个先南面咱就开无这个医院坐，你不能去南面坐，咱坐落5要坐3工，还坐2工，你这个医院有法度，无你通换一个上班医生，迄个你来我坐，难道有可能？迄就无可能，无可能就是安怎？就是你家己改变。所以我希望讲，咱今日想办法啦是因为要改变咱自己，在咱身心上要提升，毋通因为听班，比如讲烦啦爱个时阵坐椅的问题啦在咧爱听到爱听，这是绝对不对的，这是要多多提升。所以呢，咱即次决定，因为离咱中央，咱学校的活动迄个所在遐啦当然环境。迄个袂当像咱平常呢，这差好势所以咱学校决定做一个章啦开了迄个检讨会，我宣布了，以后未来这个精湛班大小班厝，拢伫咱平常人遮啦拢这个所在。但是我希望讲，已经选的这个所在，咱遐如果爱听的一过爱找其他的伊的前辈拢做较请。因为咱这款车应该大家无理由嘛，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中就是讲，咱会当经叫一个人来听班，因为叫来当中比较拢差不多，咱爱上差不多500个参考，像伊人差不多90，我算下100个，这人也不足这月初8、9月初8，咱的精湛班，咱大家会去进，咱的助理甲咱的领导、副领导以及咱组长会当甲咱做一联络。联络就是讲，咱基地就出发来听，这届咱新娘村长的师伊来负责这届精湛班的教育所以呢，咱精湛班当然是讲情况以上的啦这是讲的咱会当中尽量把咱情况以上的把它传出来，这是咱学校伫这个所在顺便做一个交代啦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一起一班，项目3、5、10、30公里全到，一起走。